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6月12日 AM 新闻，我是朱永晓，先带你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本土增加50643例，两无死亡，到今已经累积3000多例，即卖也传出但市中确诊。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去屏东视察，针对中国禁止咱的石斑，伊也批评讲中国违反国际规范。美国一直发生枪杀案，各地游行要求国会立法管制枪，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支持。来看国内本土加50643例，死亡个案加163例，今年也已经累计3318人染病死亡。疫情上严重的新北最近确诊数也减少，市长侯友宜认为疫情有咧缓和，也那高雄也减少到7000多例。市长陈其迈表示，是因为拄到休假，通报有较慢，确诊的数字无准。不过伊也预告讲，后礼拜疫情的状况会愈来愈好。今天 COVID-19 新增50643例本土病例。本土确诊数12礼拜日也是维持伫5万以上。根据指挥中心统计，今年以来统计到6月11日，本土确诊还是以轻症无症状占大多数，累计2803553例，占99.64%。不过中重症病例已经达到10064例。12增加死亡163例中，出现一名30多岁男性，已经做3期疫苗，不过有大考糖尿病病史。今年累计死亡病例合计有3318例。今天公布了163位死亡个案，其中有151人，约93%有癌症等重大疾病或慢性病史，110人，约67%未打满3剂疫苗。各县市确诊病例数以台中市上济有7734例，高雄市有7250例，新北市较降温有5772例，台南市塘市有4000多例，台北市3331例。台北市长侯友宜乐观表示，疫情开始走向稳定缓和现象。现在的疫情还是在稳定往下掉，但是我们仍然要把疫情做好，希望民众能够让疫情回到稳定，民众回到正常的生活。另外，最近高雄市确诊病例数拢超过1万人，12确诊数亲像大减少。高雄市长陈其迈认为是假日通报延迟，不过乐观有果，疫情为后礼拜起开始降温。看到现在是处于高原期哈，逐步的在下礼拜开始，我们大概会观察的预测，大概这个疫情就会逐步的会降到大概1万以下。中南部疫情犹原伫高峰，高雄市卫生局强调病床数有够，医疗量能会当应付。另外，各县市继续催注疫苗，继续观察确诊盛行率，敢是出现反过来下降。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即马传出也确诊啊，因为出现酸痛、流鼻水、拍卡唱的镜头，快筛了后是阳性，也透过通讯问诊判定做是确诊。即马伊当咧居家照护，身体状况是袂歹。这2年来，我们的防疫也基本上都是在摸着石子过河嘛，都一步一步的很谨慎的往前走。参了台湾的防疫，每一步拢要行到真小心谨慎。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对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员工特工调开记者会，对外说明上新的疫情。不过早起感觉家己有相关的症状，使用快速检测结果是阳性，已经经由通讯诊疗判定是确诊。主要他早上起来之后有觉得全身酸痛、流鼻水跟打喷嚏的症状所以他就进行了加温快筛，居家照护就7天之后就自动解隔了，再来就是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就可以正常上班了。随上伫确诊前1天拜六，指挥中心记者会也召开，同时出席的除了陈时中以外，发言人曾仁祥、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拢有参加。另外，顶礼拜5、6月70，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也参加，包含陈时中在内疫情准备会议，会中讨论所谓新冠死亡翻倍时间的问题。近日与陈指挥官接触的疫情监测组长周志浩，还有发言人庄仁祥跟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及黄必胜，那都已经完成快筛，结果都是阴性。那指挥官的相关业务将由陈副指挥官钟燕暂代。
由Omicron检测基地在6月12日但是中确诊进前，也有侪场的公开行程，包含初5报告注控场视察儿童疫苗注射，初6、初72天分别陪同行政院长苏贞昌接见外宾，以及9个人去看囡仔疫苗注射。行政院11更加甲部会首长召开扩大防疫会议，但是中也拢到现场来开会。行政院表示，共同会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副院长沈永珍，加与会成员即阵拢无症状。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敲电话来慰问，蔡英文总统认为，但是中做指挥官2年外来为防疫工作是劳心劳力，因讲拢毋捌休困，希望伊会使好好休养，早日康复。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对5月份开始有发一天15块的防疫物资补贴，补助到5月底，即马要延长到年底，而且阁要加发一条防疫消毒的钱，加起来是有5000块，上紧7月份就会分啊。不过，有计程车司机的工会表示，即马无人去通在这款防疫的补助较无效，上好是亲像进前同款，直接发钱较实在。政府突然给我们增加了防疫物资，其实我跟大家说是没有帮助的啊，因为我们没有固定的老板。我们没有载到客人，我们就没有钱。对交通部最近决定要发放一次性防疫补贴5000块，特别是计程车驾驶员职业工会认为实在是无够，强调即嘛是再无人去，需要收困金，不是防疫金。你给了我们防疫资，我们谢谢你。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现在立即需要的，防疫物资归防疫物资。事实上，你纾困是没有拨的，1毛钱都没有，还是要照之前的方式。对于这些自营的劳工，包含计程车司机，你都应该要给之前1个月1万的纾困补助，因为现在最重要的是纾困嘛。交通部工作总局表示，防疫补贴5000块不是纾困金，所以只是将现有的逐工防疫物资费用15块，每个月补贴16天，延长到年底。另外，佫增加清销甲防护费用，所以每一台计程车营领一摆的防疫物资津贴5000块，上紧7月下半钱。在疫情最近比较严重之后加码，所以加码2200，其实加起来总共是5000块。你直接登记证要有到年底啊。另外，游览车作为小客车，交通部规划阶段性进行措施，游览车部分出车率无到70%，延变到第3季起征费，超过70%是减半，估算延升4000到1万。小客车租车业者规划减半征收，平均延升1200到1800。特别是计程车驾驶员职业工会认为，希望延甲交通部长王国材会面，表达实际面临生活困境，政府爱护纾困金，才较实在。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去部立的屏东病院慰问医护人员，接落来伊就随去这个那边了解石斑出口的情形，因为中国即马要禁止进口台湾的石斑。苏贞昌批评讲，中国用过靠咱的技术，即马话变面就变面，拢利用政治做生理，佮违反国际规范。活跳跳的石斑鱼一尾无俗，面对中国禁止石斑鱼，业者烦恼受冲击。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到南鼻乡视察石斑鱼养殖现况。中国过去技术也是靠台湾的，结果现在就翻脸不认。他就是随时用政治的手段来做贸易。苏贞昌不满中国对咱国提供的数据伊头无回，认定这款的做法坏吧也违反国际惯例，无符合国际上检出问题产品到替阮消费做法。在禁令宣布了后，药师统计今年度有3600吨的石斑鱼受冲击。业者讲，长期来看，建议政府为产制到行销等面向拢做好规划，拓展外销市场，哪会当像三文鱼行销到全球的模式，稳定台湾产品的市占率，就唔免烦恼和任何因素影响销量。前端的研发，然后产业链的完整度，然后到后续的销售规划这一块，人家是经过长时间的布局跟规划。然后才完成到现在那么成熟的一个产业链。大庄生产区这个冷链加工厂的计划能够早一点获得支持，那这个冷链加工的产品，我们就早一点能够上市。那么不管是内销，不管是外销，都会产生极大的注意。
屏东县府也希望中央支持当地规划设置的冷链工厂，积极拓展其他国际市场，也透过冷链设备调节产期产量，避免市场过度倚靠中国。也有勇士业者表示，台湾石斑鱼外销中国数量无像以早遮尔济，真侪人已经改饲鲩鱼也销往中国，烦恼那鲩鱼也封禁，恐惊会冲击更较大。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昨伫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演说，有记者问伊讲，台湾要安怎应付中国的威胁？泽伦斯基是讲，以乌克兰的案例来看，战争了后再用外交甲经济来制裁，效果其实是无啥好。各国爱伫战争进前就提早出手，用外交的方式协助台湾，这才上有效。受到俄罗斯武力侵犯的同一时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后受到邀请，透过网络伫咧香格里拉对话来发表演讲，除了强调这场战争造成乌克兰人民的伤亡，嘛影响到农产品外销，会对着国际市场啊，各国的政治造成影响，伊是呼吁各国爱做伙来追究责任。I am grateful for your attention to Ukraine, to our country, but please remember that this support and this attention is not only for Ukraine, but for you as well, to ensure that our and your future is safe. It is on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that the future rules of this world is being decided, along with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ssible. 有记者来问讲，台湾面对经济甲军力强大的中国武力威胁，要安怎应应？泽伦斯基回答时阵并无来讲到中国也是台湾，不过伊讲，今日的乌克兰会当做全世界案例，外交解决对着预防冲突受帮助。不过也是发生了战争，这外交解决方案也是制裁效果都真有限。We need a diplomatic resolution to support countries that are in need of help. We must not leave them behind at the mercy of another country which is more powerful in financial terms, in territorial terms, and in terms of equipment. And therefore, if there is a way out diplomatically, we need to use the diplomatic way. But it must be a preemptive way, not the one that comes after the war has started. 另外，咱甲美国国安高层的电话对话，蒙特瑞会谈这礼拜在美国来举行，咱是由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带队来参加，双边会来针对区域安全、台海防卫战略、无对称战略啊，各军售等等的议题来做对话讨论。记者张志雄、陈立峰台北报道。继续来看国际，美国德州顶个月有小学发生21人死亡的枪杀案。不过，这半个月以来，各地邮局直直发生枪案。美国也各地拢发起这个游行，要求国会得赶紧立法管制枪。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讲，支持人民用游行来表达心声。发了口号反对枪击暴力。美国5月下旬在德州发生小学21人死亡的枪击案了后，伊个在奥克拉荷马州、田纳西州甲宾州这些所在陆续传出枪击案，和美国过去半个月来因为枪击死伤的累计人数都超过100个人。看到国会有关咧争议枪击管制法规，美国各地民众团联伫10日做反枪击暴力的游行。Where's your humanity if 19 children killed doesn't move you? You have no humanity left. 为华盛顿、纽约，佮到佛州、加州洛杉矶，真侪民众组织上街路示威。佮有2018年发生伫佛州的高中，17人死亡枪击案内底活落来的学生嘛参加游行，望敦促国会赶紧通过立法，阻止枪击泛滥，佮一摆引起枪击案件。而美国总统拜登对此是表示支持。Yes, keep marching. It's important. The way people listen, senators, congressmen, is when people say, this is going to affect my vote. Too many people are dying, needless. 顶个月发生枪案的德州小学，即马伫德州政府甲非营利组织国青基金会协助之下，替罹难者设置的基金项目到70为止，已经收到为全球来超过1100万的美金，差不多代表3亿2000多万的募款。这笔钱会伫当地居民组成的委员会领导之下做分配使用。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益。6月是 Pride Month， 冬至骄傲月，各国拢发起游行来庆祝。不过，美国的爱德荷州疑似有极右团体爱国者电线，要趁游行的时变鬼作乱，警方抄到一寡工具和文件，也甲一阵成员抓起来。
在警方的围捕之下，草皮顶穿青蓝色 T 恤的一群查甫人，每一个人双手拢互绑伫后壁。边仔警察是徛伫货车甲汽车边仔进行搜证。美国爱达荷州当地在役，警方掠到一张网面，极右派团体爱国者电刷成员准备伫当地的彩虹游行中引起动乱。They were wearing arm patches. One of them said Patriot Front. The majority of them had logos on their hats. They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Patriot Front group that you would see online. They were also wearing khaki pants, and everyone was dressed exactly the same. Well, very, very similar anyway. And if you go online and look up Patriot Front, that's exactly how these individuals were dressed. 6月是全球的冬至兼5月，伫各国拢咧庆祝举行彩虹游行同时，美国爱达荷州一名当地居民发现有民众组织起来，也往白色面搭炸盾牌，同齐坐一台卡车，接到当地居民紧急报案，警方紧急动员炸车盘查，伫卡车顶至少找到一粒喷雾弹，也包括行动计划文件，也有买少的盾牌甲物件，显示准备伫当地的彩虹游行中参谋活动，最后拢总掠到31人。The quote that we received through dispatch was, it, quote, looked like a little army that was loading up into the vehicle. We thought appropriate to take adequate measures. 极右派团体爱国者电线成立伫2017年，团体成员一向支持白人至上，新法西斯主义，其中有不少人较受恐同趋向。这摆逮捕成员至少来自科罗拉多、德州、维吉尼亚等在野州，警方要进一步调查这个人犯案动机。公司新闻台是唐培玉。华人民主书院伫中正纪念堂办这个绿树天安门事件33周年的艺术展，展出雕刻作品《T 6条》。毋过，所有人去喷漆破坏，警方调监视器调查，即摆已经甲嫌犯抓起来，送地检署侦办。这个复刻版的 T 6条顶面加一寡乌彩，时间是12点时8点外，监视器翕到一个查甫人行向这雕塑来喷漆，喷完了后，还看一个破坏情形。警方接报了后，追查找到嫌犯，改移送法办。经警方积极扩大调阅监视器追查车辆，最终锁定一名犯案的李姓犯嫌，并将其弃获到案。目前由本分局侦讯中，全案讯后依回审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犯案的原因甲动机也伫调查。这件单笔艺术家高志华悼念绿树的雕塑，原版的作品原本设伫香港大学23年，去年底互人举报违反香港国安法，互踢掉。华人民主书院为着纪念绿树天安门33周年，6月初是伫中正纪念堂头前的自由广场采一个复刻的缩小版。高志华听到互破拆的消息了后，建议归市现状。The same thing happened in Hong Kong for some years ago. I think maybe you should keep it like it is now for a moment. 因为它这个也是一个行动艺术哈，让我们永远记得哈这个在6月12号这一天有人破坏哈，有人泼漆，我们会遵照这样一个方向来保存这个作品。前警员强调，历年绿树的纪念活动拢有人来骚扰，也是破坏，敢若背后有中国的力量。警告台湾民众莫对绿树的议题来发声，希望警方甲司法单位应查明真相，甲背后指使者，莫去互民主的活动遭受暴力的阴影。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政府3年前修订逃犯条例，引发反送中的运动。自当时有超过100万人上街游行，也逼出警方粗残镇压人民的事件。即摆香港因为国安法的施行，香港人的权利甲自由拢予严格限制。香港编社青年等民间团体伫台湾办游行，希望众人会当继续声援香港。野河线继续向前进过程中，警民一直发生冲突。2019年6月，香港反送中运动相关，警方的镇暴甲民众的反抗，一直出现类似场面。穿乌衫挂乌色嘴暗3年了2002年6月，今摆香港因为疫情甲港版国安法实施等因素影响，真歹阁出现大规模游行集会，所以香港编社青年等民间团体伫台湾办游行。都希望同一条心，都是对于共产党的政权的不满，是把悲愤为力量，是跟台湾站在一起，不止反共跟抗中，还要保台。面對嘅唔係一個普通嘅強權，係世界上所謂最強大嘅一個獨裁政權。我哋有個心理準備，一個長期嘅抗爭，希望大家朋友可以加個參考。
为香港刷到台湾来大的册店头家임영基到场赞声，互中国感情5年的 NGO 工作者李明德指出，中国对社会管控的心态并无改变。中国政府对香港公民社会的打压一直没有停止。香港过去最重要并且引以为傲的法治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不要轻忽中国对台湾全方位的渗透。到了台湾寻求庇护的香港人，我们应该开启并把庇护机制法治化。发现不少的香港人正在面临现在的2次流亡的这个困境，就是他们过来了这边，但是可能那居留证不一定会延续下去。透过我们的实干的努力成就，来赢得海外人士对香港人的一个基本的尊重。反送中运动满3年，今嘛有不少香港民众面临移民难关。民间团体呼吁政府会当赶紧推动相关立法修法，搁加提醒民众在追求加守护民主自由的路上，要继续打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在地消息，苗栗的后龙有一搭外埔渔港特定区，在44当前核定都市计划，讲要甲车路分开，不过因为欠经费拢无做。今年镇公所总算争取到这个经费，不过因为爱拆掉一寡客家，引起抗议。公所今仔日办公听会。不过看起来暂时阁超袂平。苗栗后龙的外埔里有一条7号道路，路两边大约40户人家住伫遮。不过最近民众接到镇公所通知，讲为着真正地方的发展，要甲4公尺宽的路拓宽做10公尺。12礼拜镇公所伫当地举办工程的公听会，有老大人当场表达反对。路愈大，车速愈紧，影响到咱这住伫遮附近老百姓的性命安全。外埔里位伫渔港特定区内底是传统渔村，少年一辈拢到外县市去发展，人口数对2001年的3000人，流失到即阵加算无到1100人。有少年人听讲，租厝客厅会用拆一半。烦恼苗栗大埔中药房事件有在发生，决定回乡来表达看法。有的要拆到一半的房子，那也剩下叫他一半的话，你怎么叫他那个？都老人家，他也没有能力再去重建。对，按他怎么居住？我很担心中药房的事件会重演，因为毕竟这是他们唯一的家，然后住在这里也是六七十年的老人家了。那这是他们唯一祖先留下来的祖产，对，那根本没有人会希望离开这个家园啊。后龙镇长朱世龙讲，外埔渔港特定区是1978年就核定的都市计划，包含7号道路在内的计划道路，因为官府在原有限，一直无倒来拓宽。今年2月，公所争取到营建署1亿9000万块经费，工程甲用地协议买地费用100拢到位，拓宽了后会使兼顾发展甲消防这功能。它原本就是都市计划里面的计划道路，只是这个计划道路有部分已经在通行使用，但并没有跟民众征收。那这个计划呢，我们刚好得到营建署的一个补助，的一个帮忙，所以说我们才有办法做部分道路的开辟。镇公所统计，外埔渔港特定区道路新辟工程，这路总长是761公尺，用地牵涉私有地部分有0.34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47%，大约有10户客家，也有部分的建筑需要拆掉。也不公听会意见拢无同，要求也甲当地民众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已经80多岁真高做车站模型的陈金龙，去年受到嘉义市政府的邀请，甲学员做北门车头的模型。因的成果当咧嘉义旧感觉宿舍群来展出，即马就带你来看。车站天棚内底完整的结构，厝顶阁有3000多片的厝瓦，全部拢用手工打造。本身做水电的学员讲，上课的人拢无有工底，不过互相配合，颠倒有真好的成果。这厝瓦要接触主要就3000几块，我念3工外啊。阮内底互相大家的技术咧互补的时候，我感觉安尼做出来的作品我哋阁愈强。已经80多岁木工师傅陈正良，因为年岁关系减少创作。为了保存塑橡模型甲木工的技艺，主办单位专工邀请陈正良师傅，希望伊传承技术。他不愿意出来，那我就是跟他讲说，那你可不可以封刀不封口？既然是封刀嘛，你不做封就不封口，所以这些所有的东西，这一次北门一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反正建筑的东西都是那个力学都差不多了。啊，那学过哦，因就捌做这啦。策展单位表示，因透过嘉义市政府社会处辅导，成立木工的工作室，
配合文化局的资源，推广木工技艺，未来会开办相关的木工课程。这届展览为今仔日开始到28，伫嘉义旧家甲宿舍群展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是24度到34度，中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4度到34度。外岛地区是25度到30度。接下来，阁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朱永晓，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